最后也跟中国人民我再交代一个事儿，包括我的顶头上司中科院的某些领导，你们别惹我柳传志，你惹我柳传志，没你们好果子吃。从头至尾，中科院科研所开始成立联想公司开始，什么事儿都是我做，什么事儿都跟你们领导汇报，你们领导都知晓，包括进多少钱、出多少钱、怎么做账、怎么给你们分多少钱，我自己捞多少钱，我都记得明明白白，我有个小本儿。你们要是说落井下石，最后要查我的话，我把本儿一拿出来，对不起，一个省五个蚂蚱，谁也跑不了，鱼死网破。我先告诉你们一声，尽量少惹我柳传志。我柳传志这个账写的明白白，我70多岁了，我也不怕蹲监狱，我也不怕什么后果。反正是我那些账啊，我的那些企业都是私企了，和你们联想公司和中科院都脱钩了，没啥影响了。我儿女的财产与我都没关系，都脱钩了。顶多我这个老登台和你们咕噜。所以说呢，我告诉你们一声，你这个某些领导别查我，也别惹我，惹我一急眼了，我可劲我随便咬，最起码说是你谁日子都不好过。今天我就说这些。